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特别宣布，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个案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亚摆期中考连续无确诊的情形，代表早期疫情下放呢，不过还是爱请养心，爱养成抗检行为，为做到防疫性生活。其形容接下来就是期末考，爱有相关的疫苗，争取来同病毒危害共度清台。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讨台湾事件筹备临暗的开幕。欧洲提案要求爱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，面是由116个国家支持。不过，就讨各国讲问题是中国促成嘅下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國用公開透明的態度面對疫情，還宣布未來2年會對疫情較厲害嘅國家添數20億美金。WHO 用4項的方式來進行，台灣無受到邀請。不過包含美國、日本、甚至友邦都同非日方發言支持台灣愛參加 WHO。勞動部統計，全台灣有21067個人實施減班休息，也就是一般講嘅無薪假。照年齡員通調查，有66個勞工有財務嘅壓力，13年土元會欠大概7000元。全世界確診數超過為483萬例。紐約福布斯經濟學統計，美國感染到死亡嘅人數短短嘅1禮拜內就有1萬例。